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9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97天。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前线总共记录了170次战斗。库尔斯克方向经过反复拉锯，乌军昨日重新控制了苏贾检查站以及附近地区。俄军在12枚滑翔炸弹加持下试图夺回检查站，但没有成功。乌军5月25日袭击了图拉谢格洛夫斯基瓦尔军工厂，导致一个生产车间遭到破坏。该企业是俄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主要研发地面制导武器、防空系统和小型作战武器。5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此次乌克兰军队从特特金诺村进入了俄罗斯边境地区。他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里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泽连斯基还提出了乌克兰军队从俄罗斯库尔斯克边境地区撤军的条件。他表示，当俄罗斯表示希望结束俄乌冲突或同意停火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将离开其在俄罗斯所谓的占领区。泽连斯基说我们从一个方向撤出苏贾，然后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叫特特金诺村，我们会一直驻扎在那里，直到俄罗斯决定结束与乌克兰战争，或至少是实现俄乌停火。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库尔斯克地区居民中出现了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卑躬屈膝的叛徒，也就是俄罗斯媒体他报道了这个很多库尔斯克地区的俄罗斯的平民与乌军合作，欢迎乌军，给乌军带路等等。俄媒称他们为叛徒。这个从某方面也可以说明这个普京领导下的这个俄罗斯这个政权也不受库尔斯克人民的欢迎泽连斯基还说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将尽一切可能跨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行政边界。俄罗斯联邦正在苏梅方向集结5万多名士兵，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10公里深的缓冲区。俄罗斯准备每天生产500架无人机，动员步伐保持稳定。与过去6个月相比，我没有看到任何显著变化。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他说俄罗斯正准备今夏在顿涅茨克州发动大规模进攻。据该报称此次军事行动主要目标是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和康斯坦诺夫卡。尽管这2座城市尚未位于前线，但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俄军可以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此外，莫斯科还计划对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发动牵制性攻击，以分散和拉伸乌克兰的防线。报道援引情报称，俄方已向这些边境地区部署了约 12.5 万名士兵。尽管这不足以攻占州府城市，但足以在边境造成持久压力。华盛顿邮报同时指出乌克兰当前既缺乏人力也缺乏装备发动反攻，因此将继续自2024年以来采取的防御性战略，即努力守住前线，并使俄军夺取每一寸领土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自从这个泽连斯基宣布对俄罗斯进行深度打击以后大批无人机纷纷抵达莫斯科。5月27日夜间，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从晚上21点至午夜，俄军在以下地区击落并拦截了112架无人机：布良斯克州、比尔格莱德州、图拉州、库尔斯克州、奥列尔州、卡卢加州。与此同时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有18架无人机被击落，他们正飞向莫斯科方向。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尽管俄乌战争已进行到了第4年，仍有不少俄罗斯民众对当前的局势感到困惑，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岁月静好的这种局面被打破了，无人机落到了莫斯科。在网上有很多莫斯科的市民，那些他们拍的自媒体他们在哭诉，大声尖叫，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个战打了4年了，莫斯科人恐怕很多人已经忘了乌克兰人正遭受的痛苦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安全局无人机袭击了制造巡航导弹的俄罗斯战略企业。昨夜也就是27号乌克兰的安全局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军工系统的一家战略性企业实施了袭击。这家企业是以别列兹尼亚克
命名的彩虹工厂，位于莫斯科以北130公里的杜布纳市。在袭击中，乌克兰无人机成功绕过了防御莫斯科的防空系统，并精准打击了该厂的总装车间和装配车间。目前，这些车间正在燃烧。该工厂生产多种型号的巡航导弹，而这些导弹正是俄罗斯用来对乌克兰实施恐怖袭击的主要武器之一。同样在27号晚上，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还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州的安格斯特伦公司。该公司为俄罗斯国防工业研制和生产微电子产品。在莫斯科州的杜布纳市，乌军击中了卡朗施塔德企业。该企业生产无人机、猎户座、步行者、闪电、雷霆、白蚁、太阳神、天狼星及地面控制系统。也就是说这一次对俄罗斯的纵深军事目标的打击收获颇丰。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被乌军无人机击中，猎户座无人机的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本身遭到攻击。最近这个俄罗斯方面突然释放一个消息也就是在炒作乌军攻击普京的乘坐的直升机。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还记得前不久普京不是去库尔斯克视察吗？5月20号普京乘坐直升飞机到库尔斯克，咱们还公布了那个视频普京旁边还坐了一个美女。但是过了5天之后也就是当地时间5月25号，这个俄罗斯媒体突然开始这个报道说，这个俄罗斯一防空师的指挥官尤里达什金，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对俄罗斯的记者说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20乘直升机视察库尔斯克州时，总统乘坐的直升机成为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中心。达什金表示普京身处库尔斯克州时，乌克兰对当地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防空部队摧毁了46架来袭的固定翼无人机。达什金表示，当地防空部队必须一边进行防空作战，一边确保总统直升机在空中的安全。这一任务圆满完成，敌军无人机袭击被击退，所有空中目标都被击中。连续好几天俄罗斯媒体都在大肆的宣扬说乌军对普京开启了斩首行动。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在好几天前咱们就看到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谣言根本就没有去聊这个事情。但是我看现在俄罗斯方面越来越起劲，不停的在渲染这个事情，渲染普京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斩首。就乌克兰现在已经把矛头对准了普京本人要对他进行斩首行动。这个实际上为什么俄罗斯媒体现在大肆宣扬这个呢？就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斩首普京完全是俄罗斯方面自导自演、自说自话。为什么呢？把时间捋一捋，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了。5月15号的时候被各方寄予厚望的俄乌谈判在伊斯坦布尔结果进行不到2小时就不欢而散。随后特朗普他不就说要给泽连斯基、给普京分别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应该进行直接对话，然后让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这个叫和平谈判那个条件清单。结果就在5月23号晚上和5月25号晚上，这俄罗斯不仅没有停火反而以550架攻击型无人机和近100枚导弹对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等地进行狂轰滥炸，变本加厉。然后引起了美西方的谴责，这个欧盟对吧，英国的外长、芬兰的外长等等都在谴责普京谴责俄罗斯，甚至连一向为普京说话的特朗普对吧，他都说普京疯了，普京对吧攻击那些平民这个是特朗普对着记者说的然后还说，如果俄罗斯想要整个乌克兰的话，那么俄罗斯会垮台对吧，还对这个普京进行了威胁扬言考虑要制裁俄罗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5月25号俄罗斯的媒体开始宣扬乌克兰这个用46架无人机攻击普京的直升飞机进行斩首活动。所以他这么宣传无非就是想让这个世人误以为是乌军用无人机攻击斩首普京，所以普京才恼羞成怒对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实施报复。所以在5月23号、25号这个对基辅、对乌克兰全境进行狂轰滥炸，
是报复5月20号乌克兰用无人机斩首普京。你看看，这典型的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他轰炸着乌克兰全境以后遭到世界的谴责，甚至遭到他的这个一直支持他、暗中帮助他的特朗普的这愤怒，所以他没法交代，所以他就编了一个理由，说我就显得好像纯粹是报复教训乌克兰，所以他就事隔5天之后开始宣传说乌克兰用46架无人机斩首普京。这个战打了4年了，如果乌克兰真的要斩首普京的话，不会等到现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库尔斯克，如果乌克兰真的要斩首普京的话，他不应该选择用无人机无人机多慢，而且无人机这个攻击的精确度还是有限的。就是目前乌克兰的这个他们自己搞的那个无人机炸一炸那个油罐炸一炸军工厂还是可以的，对吧？然后你要精准的炸中那个普京的直升飞机，这个至少它不是最好的武器应该是那个海马斯那精确制导完了之后，钢雨18万颗钨合金的，对吧？这个小钢珠给它来几发，对吧？那好几个篮球场大的那么的距离全部覆盖，打成筛子或者出动战斗机扔那个铁锤炸弹你就是躲在地下室都没用。所以说俄罗斯人编的这个瞎话恐怕也只能忽悠他自己，也只有俄罗斯人信。乌克兰人对普京那肯定是仇恨，但是毕竟双方交战就是斩首对方的这个首脑这恐怕还是比较少。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人撒的谎、编造的谎言经不起推敲，这个纯粹是为了糊弄特朗普的，对吧？因为特朗普生气了，说普京疯了，那普京无非就是想告诉特朗普我疯了，那是泽连斯基吓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是46架无人机对普京进行斩首的话，普京只要一脱离那个地方回到莫斯科，他第一时间就会公布。为什么要拖5天再公布呢？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根据这个英国智库的说法俄罗斯最快2027年会发动突袭，甚至对欧洲其他国家发动战争，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一旦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它达到了它的目的，没有受到惩罚，那么它必然会在若干年后就是这个也就是3-5年，也就是它元气只要恢复一点，它马上会再接再厉。因为这个文明世界拿它没办法，你又打不过它，对吧？你要打得过它，那乌克兰不会败所以说乌克兰只要这一次失败领土换和平，那么3-5年这个俄罗斯一定会，对吧？再一次对欧洲下手。最近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可以说是这个风头正劲很让俄罗斯人头疼周三，德国总理梅尔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期间表示，德国将帮助乌克兰研发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新型远程武器。他说，我们的国防部长今天将签署一份关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远程武器系统的谅解备忘录。梅尔茨说但他没有透露参与的制造商。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射程将不受限制，这将使乌克兰能够完全自卫，即使是针对其领土以外的军事目标。梅尔茨说远程武器的生产可以在乌克兰和德国进行，在历经通知之前，我们不会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细节。梅尔茨称赞该项目是我们两国之间新型军工合作的开端，具有强大的潜力。德国国防部同日公布一项更广泛的5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的进一步发展，该计划包括德国为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提供资金，这些武器已在乌克兰军队服役，可在数周内部署。那么梅尔茨所说的这个远程武器有媒体报道可能是射程达2500公里的巡航导弹。同时这个泽连斯基他也说他说我们准备近期就与我们的欧洲伙伴起草新的协议，以投资乌克兰的生产，首先是无人机和远程武器的生产，攻击无人机、拦截武器、巡航导弹、乌克兰弹道导弹，这些都是关键要素，我们应生产一切。这个梅尔茨还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场战争将比我们任何人希望或想象的都要持续更长时间。普京显然将谈判的提议视为软弱的表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德国已经做好了帮助乌克兰打持久战的准备，也就是这个战争比任何人希望或想象的都要长。言下之意现在就是停火，那未来几年也得打，停火只是暂时的。这个德国的外交部长瓦德普尔表示他如果德国决定向乌克兰转让远程金牛座导弹，不会公开宣布。他说我们不会让普京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瓦德普尔称，容许乌克兰袭击俄罗斯领土上的远距离目标是对乌克兰日益增多空袭的合理的回应。他补充到普京曾多次获得坐到谈判桌前的机会，但他每次都拒绝了。我们一直明确表示，
这种行为必将产生后果，也就是德国还是念念不忘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今日俄罗斯国际媒体集团这个总编叫西蒙尼扬说在莫斯科的内阁正在讨论，如果对莫斯科开启用金牛座导弹进行袭击，俄罗斯除了打击柏林别无他法。这个西蒙尼扬在他的这个电报频道中写道他说在莫斯科的内阁中正在讨论，如果德国军人用德国武器打击莫斯科，也就是允许用金牛座导弹打击莫斯科，只能意味着这一点，因为乌克兰人自己不会操纵它，也不能执行飞行任务，那么我们除了打击柏林之外别无他法。扎哈罗娃则强调莫斯科把使用德国导弹对任何俄罗斯设施的袭击视为柏林站在乌克兰一边参战。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人是最忌惮这个金牛座，一提到金牛座俄罗斯人现在都睡不好。当然了，主要是五夫一娃一金一想到这个德国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他们就经常从梦中惊醒无法入睡夜不能寐。乌克兰人拥有了金牛座，那么俄罗斯就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瑞典在拨款 4.43 亿欧元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笔钱将用于相关的不同项目中，部分资金将按照丹麦模式用于资助乌克兰国防工业。这个瑞典已经向基辅援助了82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5月28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别代表凯洛格表示美国收到了乌克兰解决俄乌冲突的条件清单，并且必须从俄罗斯得到他们的条件清单。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了该消息。凯洛格回忆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话后，俄罗斯开始制定解决俄乌冲突的备忘录，他称之为条件清单。他说我们已经收到了乌克兰方面的一份报告，现在我们需要收到俄罗斯方面的报告，以便进行比较。一旦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就需要举行新的会议。凯洛格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日内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同时他宣布美国也在推动梵蒂冈成为可能的替代谈判地点。5月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每日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备忘录草案很快将公布，并且这个佩斯科夫还说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是可能的，但应达成具体协议。下一轮俄乌谈判地点应得到直接对话的双方认可。这个俄罗斯希望是首选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实在不行就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乌克兰方面是希望在梵蒂冈，实在不行就去这个伊斯坦布尔。现在最有可能的地点恐怕就是日内瓦。当然，关于这个会晤的地点，现在这个俄乌双方还在这个博弈最后这个佩斯科夫再一次感谢美国，说美国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俄罗斯对此表示感谢。这个俄罗斯人不管谈得成谈不成，他老是感谢这个特朗普让特朗普感觉很受用感觉很尊重他。这个俄罗斯人表面上把特朗普捧得高高的，实际上一点面子都不给特朗普。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也说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新一轮谈判相关事宜将在近期宣布。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居然跟这个特朗普的亲家两个人打起了口水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5月27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玩火和俄罗斯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的言论，这不是特朗普说的吗？这个梅德韦杰夫回应称，我只知道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第3次世界大战。我希望特朗普明白这一点。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你稍有不慎，恐怕就要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对此这个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当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回应梅德韦杰夫说表示煽动对第3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是一种令人遗憾且鲁莽的言论，这与一个世界强国的身份不符。俄罗斯现在也不是什么强国，第2军事强国，现在大家已经看清了真面目了。这个维特科夫说特朗普总统正在努力阻止这场冲突，我们正等着收俄罗斯1周前就承诺的条款清单，现在就停火。除了梅德韦杰夫比较活跃这个最近卡德罗夫也不让普京省心这个俄罗斯有媒体报道当然了主要是这个有俄罗斯的这个博主
他在那个推特上面说，这个普京向车臣增派3个摩托旅兵临城下，这个指的是这个派3个旅在这个印古什共和国首都这个地方，离车臣的首都格罗兹尼只有50公里不到。那该博主说普京为什么向这个地方增派3个摩托旅监视车臣，是因为说车臣总统卡特罗夫连续2次拒绝普京在莫斯科召开的重要会议。有意思了普京通知开会，卡特罗夫不去，因为他担心去了就回不来了，对吧？开会看什么时候开，这个时候开会很危险这个时候卡特罗夫一旦接到开会的这个通知，一旦决定去莫斯科开会，他都要做好这个后事的安排要跟家人一一道别说不定就回不来了，说不定就是玩击鼓传花游戏说不定就是高坠说不定就是散步死。所以这个卡特罗夫这小子也精得很他不去这个传言那就有意思了，那就意味着车臣的反叛箭在弦上。当然了，这些传言未必那么可靠未必是真实的，但是这个车臣的反叛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车臣一旦有机会一定会反叛，这是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的，就没有必要去怀疑他。如果卡特罗夫能够揭竿而起，宣布车臣独立的话，那么也只是他顺应了车臣人诉求。那么更厉害的传言来了说卡特罗夫宣布车臣是主权国家，绝不容许外人干政。对这些虚虚实实的传言它只反映一个事情，无论是梅德韦杰夫、绍伊古还是卡特罗夫，他们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中做大了，对普京来说是叫尾大不掉，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一看普京不行，他们马上就要发难，这个大家好理解这个梅德韦杰夫为什么要跟美国人吵架为什么不能客客气气的说谢谢美国，对吧？斡旋。实际上这个梅德韦杰夫就是要拱火浇油激怒特朗普，那特朗普在制裁俄罗斯，这个战就持续打下去，只有这个战持续打下去，梅德韦杰夫、卡特罗夫、绍伊古他们才安全。一旦这个战停下来，这普京说不定就要收拾他们。所以你看绍伊古是上蹦下跳的，就是不希望停火，对吧？而且他们这个绍伊古梅德韦杰夫他们这个口气是越来越硬拱火浇油。最后再说一说即将要到来的这个俄乌和谈，我想双方的差距太大，现在主要看特朗普的态度。如果他要强行的把俄罗斯和乌克兰往一起摁，那么我想特朗普他唯一能办的，他又是打压泽连斯基，打压乌克兰。所以接下来乌克兰接下来泽连斯基恐怕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当然了，也有可能特朗普一看双方差距太大，他放弃不再斡旋了，这个也有这种可能，因为特朗普毕竟放风了。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